大家好，歡迎返到我哋嘅中醫養生頻道，我係中醫咪咪。東風起，寒氣深，呢個季節不僅帶來冷意，更係我哋養神嘅黃金時期。你係咪感到最近特別疲倦、手腳冰冷，還係感到容易腰膝酸軟？呢啲都係冬天特殊能量有關。喺中醫理論中，冬季屬水，對應我哋嘅腎臟。《黃帝內經》講：冬3月，此為閉藏。呢個季節，天地之氣開始內收，我哋嘅身體亦都需要相應嘅調養。今日我將帶你哋深入了解中醫冬季養神嘅智慧，分享來自2000多年前《黃帝內經》嘅養生原則，以及現代人可以輕鬆實踐嘅護腎方法，讓我哋一齊守護呢個掌管生命活力嘅臟器，為長遠健康打下堅實嘅基礎。首先，讓我哋了解點解冬天特別需要養腎。喺中醫五行理論中，冬季屬水，對應我哋嘅腎臟。腎不僅係過濾尿液嘅器官，喺中醫嘅理論中，腎係生命嘅根本，儲存住一種稱為精嘅珍貴物質。呢種精決定我哋嘅生長、發育、生殖能力，以及我哋如何衰老。想象一下，你一出生就擁有一定數量嘅生命存款，每一日你都花費呢筆存款。如果你喺冬天浪費佢，春天就會感到虛弱。《黃帝內經》明確話俾我哋聽冬季嘅原則：早臥晚起，必待日光，無擾扶陽，虛寒就溫。換句話講，早睡晚起，保持溫暖，避免過度消耗。冬季若不養腎，會出現一系列嘅問題：手腳冰冷，整日畏寒，腰膝酸軟無力，疲勞乏力，精神不振，夜間尿頻，睡眠品質差，性活力下降，免疫力減弱，容易生病。讓我為你講一個明朝名醫嘅故事，呢個故事將改變你對冬季養腎嘅理解。張景岳係明代偉大嘅醫生，喺佢年代有好多人苦於深度疲勞同埋衰弱，佢哋長期過度工作，睡眠不足，耗盡咗生命力。當佢哋嚟睇張景岳嘅時候，佢哋已經接受自己就要永遠虛弱下去嘅命運。張景岳觀察到呢啲病人唔係缺乏溫暖，佢哋缺乏嘅係深層滋養。於是佢將注意力轉向一種古老嘅根類植物熟地黃。呢種唔係新奇嘅草藥，但張景岳對佢嘅理解非常深刻。佢花咗數十年嘅時間研究熟地，學習點樣去準備佢，與乜嘢搭配，以及如何針對唔同人使用。佢嘅掌握達到咗如此高嘅水準，人們開始稱佢為張熟地、張熟地大師。呢個係對佢嘅最高讚美。有一個著名嘅案例，一位明朝官員嘅老母親感到深度疲憊，佢整日昏沉，缺乏精神，身體虛弱，令人擔憂。佢家人擔心佢可能冇太多時間啦。張景岳診斷佢嘅問題：精氣大虧，虛在陰分，精不化氣。換句話講，佢嘅深層儲備被耗盡啦。佢需要嘅唔係刺激，而係滋養。佢創造一個配方，稱為兩儀膏。兩儀代表陰陽，配方完美咁結合咗兩個相反相成嘅力量：人參推動能量，同埋熟地黃深層滋養。呢位老母親開始服用呢個配方嘅時候，奇蹟發生啦！佢面色變得紅潤，佢精神恢復啦，佢能夠行走，能夠笑，能夠再次享受生活。佢家人驚喜不已。故事教會我哋咩呢？
佢告訴我哋，有啲問題唔能夠以刺激解決，而係需要用滋養解決。而屬地黃喺現代科學嘅檢驗中，被證實含有支持腎功能、增強免疫力、減緩衰老過程嘅成分。研究表明，當與標準醫療護理結合嘅使用嘅時候，屬地黃可以幫助保護糖尿病腎臟患者嘅腎功能。一項2022年研究發現，屬地黃可以透過改善腸道屏障功能同埋免疫調節嚟支持腎臟健康。另一項研究證實，屬地嘅多糖成分具有強大嘅抗氧化同抗衰老效果。而家我哋進入最實用嘅部分，冬季護腎方法。第一招，保持溫暖。呢個聽起嚟好簡單，但係最重要。中醫理論話俾我哋聽，腎喜歡溫暖，害怕寒冷。冬季特別需要注意穿溫暖嘅襪，保持下腰部溫暖。呢個係腎臟最重要嘅能量中心。避免喺寒冷地方久坐，唔好讓風直接吹到你嘅身體。沖涼嘅時候避免着涼。第二招，調整作息。《黃帝內經》告訴我哋具體嘅指導：早睡晚起，唔好等天亮之前起床，讓身體跟隨陽光嘅節奏，避免過度活動。冬天係休息嘅季節，唔係進行劇烈運動嘅季節。減少社交應酬同埋精神刺激。第三招，湧泉企溫穴位按摩。喺你嘅腳底有一個叫做湧泉嘅穴位，古人稱佢為長手穴。呢個穴位直接連接你嘅神經，揾到佢，捲起腳趾作握拳狀，喺你腳底形成皺摺嘅中間就係湧泉穴。使用方法，用拇指或指關節按壓呢個點，使用穩定溫和嘅壓力。一對腳緩埋按2到3分鐘，最好喺就枕前進行。現代研究證實呢，按湧泉穴可以改善睡眠品質，減少焦慮，增強免疫力，幫助全身循環，讓身體感覺輕鬆。第四招，簡單飲食支持。黑色食物進入腎，喺冬季多食黑色或者深色嘅食物。黑豆滋養腎陰，黑芝麻深層滋養同埋抗衰老，黑桃溫暖腎陽，支持生殖健康。黑米營養豐富，溫暖腎臟。冬蟲夏草、紅棗、生薑，呢都係冬季滋補。一碗黑豆粥配上幾粒紅棗、生薑，就係一頓美味嘅冬季餐點。喺呢度要特別提醒大家，今日分享嘅都係傳統中醫養生嘅智慧，主要用於日常保健同埋冬季健康嘅維護。如果健康問題或者有腎臟疾病呢，請務必及時就醫，喺專業醫師指導下進行治療。中醫養生係輔助同埋預防，唔能夠替代正規醫療。如果你考慮使用任何嘅草藥補充劑，請諮詢專業醫護人員。親愛嘅朋友，冬季養腎不僅係保護我哋嘅腎臟，更係為整個身體同埋我哋長遠健康嘅投資。《黃帝內經》嘅智慧話俾我哋聽，順應自然規律，喺冬季適當休息同埋滋養，就能夠獲得真正嘅健康。如果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點讚分享俾更多嘅朋友。下期我哋將繼續探討更多冬季養生同埋春季過渡嘅話題。祝大家冬安腎健，身體康泰。再見。